人力银行调查发现，讲今年企业平均一个月提供19万外的中高龄买当来应征的头路，是4当前的2倍外哦。也毋过嘛发现讲有意愿甲实际聘用，那纯是两回事。真切笑容，个真爱学新的事物。伊是59岁王玉华，原本伫入系雷莎品牌做主管，不过因为公司组织调整，选择优退，休困一段时间了后，决定重回职场。想要到头上摆的努力拢无恢复，一直到今年3月才成功进入日本连锁杂货品牌担任门市服务人员。把自己的那个想法归零之后，我告诉我自己，我还是要找一个我感兴趣而且我喜欢的品牌，我要去从事一个可以学习的一个工作。台湾要伫2025年正式进入超高龄社会，在大欠人困境之下，有愈来愈多企业欢迎中高龄。人力银行调查就发现，2023年企业人才平均每个月有19万4千个工作欢迎中高龄，是4年前的2.66倍。不过调查也发现，企业请中高龄的意愿度虽然到7.4分，属于中度偏悬，不过有意愿也是真正要请人。他觉得中高龄是倚老卖老，然后不够创新。第二个就是学习力不好，体力不好，这些企业会觉得，这些中高龄会不会对数位科技，还有3C 的科技是不太能够跟得上的。另外，虽然有85%中高龄依然有工作需求，不过调查发现，因重回职场有3大忧虑，包含需要重新适应新环境，比率高达53.1%。过来是惊对袂到新技术，或者是工具加学的速度变慢。人力银行表示，面临特别高费的超高龄社会，企业头家爱改变想法，将经验欠工调到少子化的相庭压力。记者综合报道。